讲到上帝为咱成就大事，请曾牧师。愿主赐阮祝福，伫今仔日咱同齐礼拜，也愿今仔日的圣经成做咱的祈祷，求主为着咱的生命成就一项搁大搁学的事。今仔这句话是一个非常大的应允，咱来教咱的囡仔成一个勇敢向前行，去求，毋是惊代志，愈困难的代志，愈是倚靠上帝勇敢向前行。求天父上帝赏赐咱。伫圣神的内底会祈祷，真欢喜今仔日的聚会有安尼带咱祈祷讲，互阮来到上帝施恩座前，坦然无惊吓。咱来甲主祷，今仔日的圣经的话变做咱属灵的应允甲开力，咱同齐来祈祷。主搁一摆，阮同心祈祷，因为阮爱听见你的话。主，阮搁一摆同心祈祷。就亲像耶稣身边的腓力对耶稣恳求讲：“互阮看见天父，安尼就够业。”主啊，开阮的目睭，互阮看见你的阳光，就亲像你的学生伫你的身边，安尼甲你讨。主求阮祈祷的时，求你降临伫阮的中间，因为爸踮伫阮的内底，阮嘛踮伫天父上帝的内底。互今仔日的礼拜。人真侪新创造的人，伫上帝圣神的内底，真侪大有关联、有气力、有愿望的教会、甲家庭、甲人，我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人的一生会通成就什么种的事？人的一生是怎样一回事？顶礼拜我甲兄弟姊妹用这个日子做祈祷讲。来思考咱活伫这个世间到底是为什么？人的一生是怎样一回事？今仔日我要搁甲咱做伙来向前来想，就是讲伫我的一生中间，我会当成就什么种的代志？关今仔日的圣经，耶稣所做的事，将对咱的应允。耶稣讲：“我所做的，恁嘛要做，而且恁要做比这项事更较大的事。”愿咱伫天父上帝中间。来领受感动，因为保罗讲，既然咱所做的一切拢是上帝圣神运行伫咱的会中，运行伫咱的心中，为着要成就伊伫咱一生的计划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领受这种的切恳。顶礼拜我参加一个会议，伫个会议中来探讨台湾的教会为着青少年做什么种的宣教的事工，有邀请一个讲员是得胜者的协会的执行长，伫个中间来讲起龙士提款牧师怎样伫台湾来创办这个得胜者协会，然后伫这几年中间，台湾有一个福音的事工进入到校园，恁知影迄叫做得胜者的福音事工。咧讲起人的品格，咧讲起人要怎样情绪管理，咧讲人要安怎真做一个健康的青少年，真做一个真正的得胜者。来，阮一直咧讨论的过程中间，阮发现台湾的教会有着青少年，第一有做得胜者，第二有做彩虹妈妈。所以这个事工的回顾中间，阮真感谢上帝，因为台湾囡仔除了来教会以外，伊嘛有机会接触到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但是其中有一个兄弟，伊问一句话，伊讲：对于国中到国校搁落去咧，这学龄前的囡仔，有甚物种的福音事工会当福音？真好的一个问题，迄个问题真吸引我。感谢上帝，互咱的教会，咱过去有推动一个叫做沙漠主日学。感谢上帝有真侪咱的新加入的兄弟姊妹家庭，包括雅慧，包括真燕，包括玛丽，包括真侪兄弟姊妹，咱带咱的囡仔来到这间教会，迄个目的是为什么？除了咱已经得到福音以外，咱希望咱的囡仔会当听到福音，是学龄前的囡仔伊的生命的教育，其实远远超过伊将来对国民学校、国中、高中到大学，因为学龄前的教育
毋是一般知识的教育，而是一个生命的教育。所以啊，你姊妹，虽然台湾今晚没有学龄前的这种的课题，但是每一间教会其实拢在做学龄前的主日学的工作。我要感谢上帝，享受咱的教会有小美，有亚丽有这些主日学的老师包括雅慧，包括真燕玛丽。我是要鼓励恁为着上帝的缘故，伫这间教会，互这个事工真做有特色的生命的教育。恁若有困难，牧师愿意甲恁做伴。我嘛一直咧想讲，身有一个教会的中职，咱要安怎陪伴咱的教会，这主日学老师？咱的教会伫疫情过了后，咱的教会有一个心愿，就是重新重整主日学的教育。所以咱有用新的设备，有电脑，有这操作这硬体，但是最重要就是老师的品格，老师的信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其他袂当参加主日学的事工的兄弟姊妹，恁会当来帮助这间教会准备爱餐，因为这些囡仔参加礼拜了后，因会甲咱做伙做礼拜，对不对？咱会当亲像阿嬷，亲像妈妈，咱准备一个爱餐，互这间教会真侪伫灵甲体拢得到养饲的教会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手所做的工，也愿这间教会的门是为着人来拍开的，也会甲平凡因带因的囡仔来这间教会。我还会记得，迄个时阵，擅自伊行入来时，常常礼拜日入来是用跳的入来，因为伊真爱来这间教会参加主日学。哎，若靠下晡，伊爸爸妈妈要带伊倒，都用哭的出去。因为伊伫教会内底，感觉这段时间是一个真快乐的时间。我毋知善智善如到即卖还阁有享受主日学的工作的快乐嘛？愿天父上帝咱做伙来起造一个，会当将上帝的荣耀彰显予世界看的。这是今仔日的礼拜牧师的感动。腓力甲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求你开阮的目睭，互阮看见你所传讲天国福音的迄个天父上帝。腓力爱看见上帝的荣耀。兄弟姊妹，咱的囡仔其实因无讨，但是因嘛有权利，因嘛应该看见上帝的荣耀，是吗？耶稣甲因讲：你可以安尼讲，你若看到我，应该你就看到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咱敢有互咱的生命，互囡仔看到上帝的荣耀？耶稣讲：爸踮伫我的内面，我踮伫爸的内面。保罗讲：担的我，无过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伫我内面的我。愿今仔日个礼拜，邀请鼓励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咱来参与这间教会生命的教育，陪伴咱家己。咱的生命有上帝的荣光，每一个进入教会的人，因看到这个教会，每一个人欢头喜面，有上帝的美貌，有上帝的荣耀，有一个平安的眼神伫咱的内底。每一个囡仔伫这个所在，通过因的父母，因会看见上帝的荣光。这个礼拜要准备这个讲道的进前，有一篇短短的短片，互我感动。我有甲伊放伫咱的教会族群拜四，就是起造教会的这家庭的这段。我毋知影这恁敢有甲点开来看？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一间健康的教会是因为伊有健康的基督徒的家庭。你敢有同意？若有健康的基督徒组织，就算做无礼拜堂，因嘛是一间健康的教会。因为从起头耶稣的教会是无礼拜堂的教会，但是充满权能、荣耀、画面。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的教会虽然无做得胜者，有，其实咱的教会真长期有参加得到各种的得胜者的工作。一路行来，咱的教会后来上帝互咱的教会做一项，就是向日葵学院的工作。
所以兄弟姊妹，愿这间教会是互人得到活命的教会。几年前，应该2年前，我有甲咱分享一个绘本，你毋知还会记起拜讲道无？你讲起一个绘本，就是一个作者，伊用一个囡仔的故事。迄个绘本咧讲起一个囡仔，伊的阿公是一个环游世界、看透世界、真幽默、真风采的一个阿公。啊，这个囡仔的阿公常常甲伊讲，伊的人生所经历着最的代志。啊，这个囡仔听甲耳孔啪啪。啊，当每一摆讲了故事的时候，囡仔拢心内拢有感觉。伊将来有可能会当做一项又大又难的事情。今仔圣经耶利米书第33章第3节，做好去耶利米333，连续3个3。耶利米先知是一个足福气的人，因为伫先知耶利米书内底有真侪话是足经典的，比如讲31章第2节，上帝甲伊讲：“我要用永远的听来听你。”伫这个世间有甚么人捌亲自听到上帝甲伊讲：“我要用永远的听来听你咧。”今日咱所听的经文，耶利米书第33章第2节、第3节，这段话是伫一个真困难的困境的中间，上帝对耶利米所讲的话。迄个时阵，耶利米受了关伫监狱的中间。33章第1节安尼讲，伊是第2摆受了关伫监狱。看守所，上帝的话对伊讲：“成就在伫我，起做嘛在伫我，所有拢是在伫我。我的名叫做耶和华。你若对我求，我就要指示你一件又大又难的事情。我要指示你一件大到你无法度成就的。”咱是啥物人？何德何能，会当伫上帝计划中间来成就这个又大又难的事情？兄弟姊妹，唔通放弃这种的祈祷，为咱的囡仔祈祷。牧师要鼓励恁，不要害怕你们遇到的困难，越是困难，越是上帝给你们的机会。这就是今仔圣经讲又大又难的事情。啥物叫做又大又难？又大又难，就是若无上帝甲我做伙，若无上帝帮助我，无可能的代志。咱的中间有一个工作叫做爱吃饼。爱吃饼以前是一阵喜乐保院毕业的毕业生，其实伫的人生中间有真侪困难，但是后来上帝将一件又大又难的事情放伫这阵夹关仔的人的手中，是无众生。上帝讲：“你若求，我就要为着你成就的，毋是咱。”今仔圣经耶利米书第33章第2节讲：“成就的在伫我的名叫做耶和华。”兄弟姊妹，鼓励咱的囡仔有大的面望，追求卓越，又大又难的事情。伫这个中间真奥妙，愿天父上帝甲咱讲话。一个花婆婆细汉的时阵，互伊的阿公放伫伊的骹头夫，阿公故事。一个囡仔一生充满迷茫，伊做一个愿望讲：将来我若大汉，我要亲像我的阿公安尼环游世界，看透所有所在。后来到年老的时阵，要倒来到故乡，我要亲像我阿公同款，住伫一个港口，会当看海看山。一个囡仔有这种的迷茫，伊阿公甲伊讲：毋是干安尼尔。有一日，等你大汉，你要去做一件让世界更美丽的事情。迄个绘本是安尼讲嘛？你了记吗？但是这个囡仔，当伊听了伊阿公讲了，伊也到伊的年纪，到一个年纪老的时，伊讲我较毋知影，伫我一生中间，我会当做一件让世界更美丽的事情。我应该做什么？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你敢有常常甲你的囡仔参详，因应该做什么？咱毋是将答案互咱的囡仔，因为咱的答案无一定是上帝心目中的又大又难的事情。恁同意吗？但是上帝家己开嘴，甲耶利米讲，我要甲你讲。其实耶利米书33章
是伫一个战乱的时阵，战乱的时代，都是伫北以色列亡国，南国是犹大。以色列人12支派分做北国甲南国，北国先灭亡伫巴比伦的手中，照圣经的记载。所以先知书讲到真侪这两个亡国战乱的时刻，耶利米书嘛是写伫这个中间。如果你若愿意，恁今仔就会甲31章读到33章，恁甲读落。33章中间有第10节、11节是足水的话。伊讲耶路撒冷城芳，所有厝拢倒，无再有人伫街头顶悬嘛，无人行。看到这段的圣经，我好亲就看到今仔日的加沙走廊。恁有看到这段时间的新闻无？可能有真侪兄弟姊妹唔敢来问牧师讲，牧师啊，你的意见，你支持以色列还是支持巴勒斯坦呢？哦，足难的。但是咱看到加沙走廊啊啦，夷成平地啊！今仔圣经过去2600年前的代志，今仔日伫耶路撒冷犹阁是安尼，夷为平地。伊讲无人行伫迄个街头，嘛无搁再有办喜事。嘛无搁再有跳舞，但是耶利米书33章第3节，伊咧讲起，有一天要在跳歌唱舞，哦，他不唱歌跳舞，哦，有一日要搁再办喜事，耶路撒冷的人要搁再倒来，要搁开始有嫁娶，开始有欢喜跳舞唱歌，我要甲恁立一个新的约，因为我的名叫做耶和华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耶利米书就是咧讲起，人伫绝望的中间听见上帝所想事。我要为恁成就一件大搁恶的事。你敢愿意有迄个福气福分，亲像耶利米先知，会当听到上帝亲自甲你讲话？上帝甲伊讲，我要用永远的听你，我要甲你立一个新的约。我要做你的老爸，你要做我的儿子。无搁再有依靠，一个夷为平地的荒地耶路撒冷，芳的城墙，伊要搁再重新起造，要搁再有办喜事，翩翩起舞。兄弟姊妹，其实圣经伫苦难的中间，常常有真浪漫的字眼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深受感动。你若将这个又大又难的事情放伫耶稣基督的身躯顶悬，恁就了解耶稣为什么讲有一日恁嘛要做这个事。十字架是一项又大又难的事情。耶稣捌感觉真深的大头，伊讲主啊，若通将这个杯离开我，恁会记迄段圣经无？耶稣讲迄句话伫什么所在？伫客西马尼行，因为伊知影。也要天光进前，伊会互人掠去，然后要受审判，钉伫十字架顶悬。耶稣讲：主爸啊，若通互这个杯离开我，总是无照我的意思，是照你的旨意。兄弟姊妹，耶稣今仔日甲咱留互咱的约翰福音14章12节讲：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嘛要做。咱若甲这两段圣经放做伙，基督徒来到这个世间是有责任、有使命、有荣耀。咱要做耶稣手所做的代志，是一件大个困难的代志。就教咱的囝子勇敢壮大。今仔师会房间有安尼祈祷，我伫心中感觉讲，咱的师会有做真好的准备，伫伊的祈祷引带咱的祈祷顶悬。英语叫做 well prepare， 就是讲为着明仔的事奉，为着每一项代志有好的准备。兄弟姊妹，教咱的囡仔伫因的人生中间做 well prepare， 就是讲要去上课之前有预习，伊准备好势。有一日伊若要讲道，伊若要讲话，伊若要做代志，伊有做好的准备，袂慌乱，勇敢去行上帝所甲伊备办的代志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听到耶稣甲咱讲的话，信我的人都爱亲像我，
做我所做的事。意思就是日日亚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。耶稣讲，我所做的，恁嘛要做，而且要做更较大的事。咱唔敢夸口，但是亲像今仔日咱的周报的祈祷讲，主啊，我知我是一个寒慢普通平凡的人，我唔敢求讲我要做大的代志，因为伫上帝的眼光中间无分大小，人类才有分悬低大小。上帝手中的每一项神圣的代志，拢是大的代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会当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，我要伫小事的顶悬尽心，我要伫小事的顶悬尽力，安尼就够呀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鼓励所有兄弟姊妹，无论你囡仔是啥物年龄，你的囡仔就要顺。你若无机会，甲你的囡仔讲一个真伟大、大个难学的事，你有机会亲像这个花婆婆的阿公，甲伊讲伟大的代志。西方的家庭教育是安尼啦，毋是花婆婆这个绘本是假象出来的，毋是。有一个囡仔叫做南丁格尔，我想你应知是啥物人？就是全世界护理之母，真正就是南丁格尔。南丁格尔的阿公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、思想家，所以阿公甲伊讲，查某囡仔毋是花瓶，毋是清水水，然后嫁出去就交际应酬清水水安尼。查某囡仔有查某囡仔伊的本分，伊的阿公就是影响英国伫19世纪最伟大一个影响力的一个基督徒的团体，迄个团体叫做克拉彭联盟。迄中间有8个基督徒做伙结连，30年的读圣经，然后改写了英国一条法律，叫做废除奴隶的法条。克拉彭联盟这群人用基督读圣经，坚持基督徒的社会责任，用30几年才改变，修订新的法条，人人皆平等，无因为伊的皮肤的颜色被歧视。南丁格尔阿公就是这种阿公，所以予查某囡仔从细汉的时阵就知影，他是一个有尊严、有立场、有将来、有盼望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虽然小，但是咱有能力，通甲咱的囡仔讲伟大的代志。我毋知恁会记得顶礼拜牧师甲恁讲迄个存在主义，人的一生是在伫上帝手中。牧师有鼓励恁。当恁的囡仔还阁会教一个事，甲恁的囡仔讲伟大的事情。伫这个人类的历史的中间，什么种的工作、什么种的代志、什么种的积分，是互人尊敬伟大的代志。学龄前的人生，其实拢咧做这个。7岁的喜乐阿嬷，伊听到讲道，伊的心内说不出所以然来。但是后来到伊年老的时阵，伊组织了同学，将阿嬷的心事讲互阮听。因讲阮的就是 our Joyce， 就是伊的细汉做大汉的查某囡仔伴。当伊听讲到了，伊的心内就有一句话：又大又难的事。上帝要互伊伫一生中间不虚此行，要做一项伊还阁毋知的代志。今仔日的圣经毋是当天的讲道的圣经，但是今仔日耶利米书33章第3节，拄拄会当描写上帝望着喜乐阿嬷的事，迄种会影响咱。兄弟姊妹，互上帝祝福临到恁的生命中，毋通主动束缚恁的囡仔，将来勇敢去做，迄个无一定会趁钱。但是是一个伟大有价值的代志，该支持，该鼓励，因为有一日，这个囡仔做又大又难的事情，应要上帝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培灵，是一个复兴，毋是牧师甲恁培，是上帝圣神炒热你们心中的祭坛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
又大又难的事情，就是若无有上帝，就无可能成就的代志。兄弟姊妹，一生甲主同行，一生听上帝的声，听去你的囡仔甲你讲：爸爸，我将来要做啥物？爸爸妈妈，求你帮助我，我足想要看到耶稣，我足想要看到上帝的荣耀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袂当甲耶稣带来讲，囡仔，你看，这就是耶稣。但是，咱会通从咱内心的脚步，主耶稣恳求你怜悯我，你来到我的家庭，互我的囡仔看。主，求你亲自开我的囡仔的目睭，愿主满足咱的家庭，也愿主互咱的囡仔看见上帝荣耀。一个未捌甲上帝恋爱的人，真困难教伊的囡仔爱上帝；一个未捌经验到上帝的疼充满的基督徒，真可能因为人生真正就亲像苦海。一个经历到上帝的疼的人，咱伫上帝的使命这个十字架道路顶悬，咱要充满愿望，充满兴奋，因为咱知行了这段路了后，咱的人生是水阁有愿望的人生。主甲咱三个地地，华婆婆的绘本最要紧咧讲起用生命影响生命。伊的阿公将一个工作放伫伊个囡仔身上，伊知影做一项新的事。伫无意中，这个华婆婆将伊的周边、伊的厝的迄个前庭后庭，伊也一个回整纸。后来回整纸抓出来到春天，伊所徛起的所在，正做真水的厝。后来伊所压落迄个花的整纸，佮随风飘到山坡上。后来规个港口所有渔村的内底，拢水互人看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有福音的种子，咱的生命有福音种子。上帝要这个水探到咱所有的家族，主帮助咱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的改变开始，阿们吗？毋是讲听讲道，伫感动了后，咱问上帝讲：上帝，我着怎样做，我才会当参与你的计划？又大又难的事情，捧起咱的杯，主啊，求你提摸我的杯，互我知我要做什么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定心思考，拄则牧师甲咱分享这句非常吸引人的话：我的一生岂能做又大又难的事吗？人的一生感觉有价值，是因为咱捌做一项代志。互咱有通夸口。顶礼拜我甲恁分享，人的一生是70，永动通到80，其中所夸口的，不过是劳苦忧愁。其实迄毋是但牧师甲我讲6口语，迄毋是大笔的诗篇90篇是摩西的诗，摩西的歌。牧师顶礼拜有甲恁解说讲，什么叫做夸口？恁还会记迄个解说吗？是确信的，有把握的。伫我70岁、80岁、70年、80年的人生中间，有什么代志是我确定有价值的代志？夸口的意思是迄个字是的意思，是可确定的。我所做的代志是有价值的，佮有一个价值，你知影这是有价值的。兄弟姊妹，伫十字架道路顶悬，你会找到你的生命的价值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因为上帝话讲：你若求，我就要指示你所毋知的代志。也即你甲迄个话刻伫心内，安心安静祈祷。上帝要对你讲话，伊讲你若求，我就要将你毋知影的代志，甲你讲。咱人生有真侪不确定、毋知影的代志。咱若做会来，咱多数拢无听候，咱就走头前去啊。所以有真侪基督徒做工课是无祈祷，就去做啊。伊感觉我毋免祈祷，我就要做啊。兄弟姊妹，
变过来，无论你会要做不要做，先祈祷。主要开咱的目睭，伊讲：你若求，我就要将你唔知影的代志指示你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亚利米的困境嘛是咱的困境。在咱的人生中间，有亲像拄着迄个战争战乱，已经趴远死失，无搁再有笑声，无再有歌声，嘛无搁再有迄个欢喜庆祝的跳舞。但是上帝讲，要有搁有愿望，愿望的福音。所以亚利米书其实就是一本旧约的福音书。伊咧讲起伫绝望的中间，有一日要有新的愿望临到伫人的中间。我要用永远的听来听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得到，听到牧师的分享，听到圣经的应允，咱甲主讲：主，我要好好保守你所予我永远的听，求你为我的生命成就一项代志。我要将我的人生交予你，无论会富袂富，我拢要将我的人生交予你，将我的婚姻交予你，将我的事业交予你，将我的囡仔交予你。兄弟姊妹，当咱交托的时阵，主耶稣甲咱提起来，亲像五体变问话鱼，圣经讲，耶稣提伊伫手中，仰天祝谢。主耶稣接纳咱的奉献，仰天祝谢。主耶稣接纳咱伫伊面前所摆列的咱的人生，伊甲咱祝福，用伊的权柄祝福咱，然后甲咱的生命拍开。兄弟姊妹，改变咱是伫耶稣基督的手中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这本的翻译毋是好好本的翻译。这是这个圣经公会新的汉罗的翻译的版本。伊讲：你若呼叫我，我就甲恁回答。我要将恁所毋知影的代志，就是迄个伟大奥妙的事，甲恁讲。又大又难的事情，这个圣经公会的汉罗版本是安尼翻译。伊讲将一个伟大奥妙的事，甲恁讲。主啊，我是一个真愚戆的人。我是一个真无巧气的人，但是主，你若愿意使用我，你自然就让我知影，我会当做什么。唔通自卑，唔通看轻家己。你若感觉你无什么种的专长，你若感觉你无什么文书，其实咱是咧看轻创造咱的上帝。杨牧师有这严重吗？无啦，但是唔好安尼看轻家己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伊的面前，咱领受伊所赏赐咱。亚利米书33章第10节，伊讲：伫绝望的人生，死失的耶路撒冷城，要重新有新的愿望。亚利米安尼记载讲，耶和华安尼讲：恁论到耶路撒冷这个土地，这个城墙，伊是趴荒，无带人，精神嘛无。伫趴荒的所在，无有精神嘛，无有人。无论犹大城、耶路撒冷城的街头顶悬，求天父上帝帮助，要有一个新的开始。伊讲，伫这个耶路撒冷要听见欢喜唱歌的声，新郎新娘的声音，搁有听见人讲，恁着学了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兄弟姊妹，亚利米就是教咱伫绝望中间听见愿望的信息。伫祈祷的中间，听到上帝对咱的引导，所以愿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回应每一个拄着艰难的兄弟姊妹，伫困境中间亲像亚利米，愿天父上帝甲恁三个弟弟帮助，恁伫艰难的中间，伫愿望中间勇敢向前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亲像今仔日聚会为咱的祈祷，因传咱的祈祷，上帝已经讲。我要成就伊，通坦然无惊吓，来到上帝的身边，来到伊施恩宝座，领受伊的怜悯甲及时的帮助。愿天父上帝成就伊美妙的事，因为主的话安尼讲。今仔日的圣经旧约亚利米书32章第2节，成就的是耶和华，
这段圣经其实伊咧讲的成就是讲天地的成就啦，意思就是我创造这一切，成就的是耶和华，创造的是耶和华，起造的嘛是耶和华，伊的名叫做耶和华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事甲上帝的事，将咱的事来放伫上帝手中，上帝的事就变做咱的事，咱的事嘛变做上帝的事。将咱的人生交托给上帝，甲上帝参详，为上帝来活，为上帝来活。教你的囡仔看见上帝的荣耀啊！白话字的圣经是安尼翻译讲。行伊的耶和华，意思就是成就伊的耶和华，计划来建立伊的耶和华是伊的名，耶和华是上帝的名，无起头无煞尾，自有永有伊的存在。愿天父上帝帮咱，咱的教会是经历着上帝所做奇妙的大事。所以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我用两个结论来做帮助咱的祈祷。第一，咱开始伫主的面前安静问上帝讲：主啊，伫我的生命中间，什么是大事？为主来活就是大事。互主的计划伫你的心内产生影响力，就是大事。尊主最大，愿意举十字架。你的人生有十字架的香味，迄就是大事。伫你人生做未来的事，你甲上帝讲：主，我做未来，我将我的人生事来交代你。咱做未来的事，上帝成就伊就是大事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安静伫主的面前问上帝讲：主啊，我着做什么是好？我着做什么是好？主讲：我要听你的祈祷，我要指示你，你所唔知影的代志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顶礼拜我甲咱分享的题目，将你的一生交托上帝。人的一生在伫主的手中，成就的是耶和华。世间人多数所追求的，拢毋是上重要的代志。你讲牧师敢有影？耶稣讲：你毋通求要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。多数的人生拢是咧求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。主讲。恁先求上帝国甲上帝的义，遮的都拢散要互恁。恁会记即则圣经吗？马太福音第6章，恁倒去定心规章甲读过。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，毋是无重要，因为耶稣已经为咱祈祷讲：恁的日息我要互你。恁会记无？主祈祷文讲：我的日息今仔日互我。主有预备，上帝有准备。上帝无看轻咱的需要，但是上帝爱咱，为着伊活伫更较重要的代志。我少年的时阵咧读册中文的课本内底有一句话讲：不为五斗米折腰。我毋知恁读过迄句话的时阵，恁有甚物种的鼓励？我的一生毋是干那为着食清用来活尔，我应该做一个比食清用更较重要。那人生拢咧譬讲，我去到一间大餐厅，食什么种特别的料理，啊，人生敢若安尼尔。你若无阁继续食大料理，你的人生就无精彩啊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人生会通结连伫更较重要、较有价值的代志。今仔日的礼拜，愿圣神对咱讲话，提醒你的囡仔。提升咱的囡仔的生命的高度，咱的一生会当做一项代志，毋是用社会地位，毋是用金钱来做裁决。咱的一生敢会当去追求这项代志，毋是用社会地位，毋是用金钱来裁决成功甲无成功。愿主的圣神开咱的目睭。因为主讲，我为着听我的人所有备的，是目睭袂捌看，耳孔袂捌听，想象袂到，超出所求所想的。咱甲主讲，主我虽然毋知影迄是什么，但是主求你互我。主我虽然毋知影，
你甲我有比又大又难的事是什么？但是主求你给我，什么给我知？什么是我生命中的大事？主求你帮助我，陪伴我的囡仔，互因伫一生中间、人生的中间，找到一件又大又难的事情，如鹰展翅上腾，勇往直前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囡仔，因找到上帝所指示因的道路，因听到上帝所引出指示的标杆，因的一生无怨无悔，行到因的一生的结束。除了相信以外，无人知人生事；除了相信以外，嘛无人知影上帝的事。这两项奥妙是人生中间最歹解决的代志，所以人才会去找算命先，因为人期待知影家己的将来。算命先若会当算别人的将来，伊就毋免出来做算命先，趁迄个小钱，对吧？你有同意吗？伊若会当算别人的将来，伊就毋免出来做算命先。因为伊家己知伊的将来，伊会当得到丰盛的将来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信心，甲恁撒个地地，又大又难的事是上帝的事。若无上帝甲咱地地，咱的人生无可能。主甲咱撒个地地，伫今仔日的礼拜第一项，将你的生命的空杯交上帝。主填满我，伫我的杯。你甲我让互我的福分，你会记这段圣经无？你所让互我的地，你所填互我的杯，诗篇16篇。主，我将我的生命的空杯摆伫你的面前，主求你用你的恩典填满我人生的杯。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每一个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捧起你生命的杯的人，愿上帝互你担着福杯的滋味，互你谈到人生的杯。求上帝为我成就我一生的事。阿们。上帝听咱的祈祷，因为起头这就是上帝开始的，不是咱开始的，是上帝成功，伊要将这个大的代志、奥妙的事来指示予咱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第二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了后，愿咱为咱的囡仔。代替主耶稣将上帝的荣光显现予伊看。耶稣讲：“我所做的事，你嘛要做。”耶稣问彼得讲：“你有听我也无？”彼得安怎甲回答？主啊，你知我听你，对无？原来主耶稣若问你讲：“你有听我也无？”你的答案是什么？主啊，你知我的内心，因为你是监察人的上帝。主啊，我听你。耶稣安怎甲彼得讲？养饲我的羊啊，恁会记吗？做一个养饲你的囡仔的爸母，唔通倒迄个喷互你的囝食啦。歹势，无爸母用喷水、馊水、歹物件互咱的囡仔，无即种爸母，除非不得已是战争中间，啥物拢无通食的事。咱倒什么养饲咱的囡仔？奉主耶稣的名祝福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你用尊贵的上帝的圣餐来养饲恁的囡仔，因为耶稣要为咱有备。耶稣讲：“我所做的，恁做伊。”耶稣讲：“你养饲我的羊仔囝。”耶稣就将天顶的美牛。因为耶稣讲：“我就是天上的灵粮，我就是天顶的美牛。”主耶稣讲：“将我所给你准备的活命的美牛饲你的囝。”要用好的逻辑思想、好的存在的人生观，用正确的上帝的话来饲你的囡仔。愿天父上帝甲咱撒下地地，生命是一个选择。选择对咱开始，咱的选择影响咱的囡仔，甲咱的囡仔做伙选择咱的一生。伫主的面前选择讲：主啊，我要做你的奴仆，
主我要做你的路旁。伫查经班中间，牧师有将这个圣经中间咧讲好管家的特质，伫迄个中间查经班的中间，甲大家分享。我要安怎做一个上帝手中优质的好管家？牧师上因大家一句话名叫做“做天国的 CEO” 啊。今摆大家拢做爱做 CEO 啊，你的名片就拄出来写 CEO， 大家就想讲你是一个财团、一个大公司中间尔啦，执行长。带头换头的，换韩多路的，迄个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又大又难的事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做一个决志。主啊，将你的美好的安排甲旨意，主将你的旨意收束互我，因为你的念头，我的生命得到改变。上帝将伊的想法。上帝将伊的计划放伫人的内心，每一个敬拜上帝的人，就要听到圣神所带来的信息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伫咱的生命中间找到你家己。你甲上帝讲，主啊，我要亲像保罗，伊知影伊的以前的保罗甲即卖保罗是无共款的。以前的我。入捌耶稣以后，看法无共款，所以当日我无搁再是我，是耶稣基督伫我内面的我。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将耶稣带回家。愿主耶稣永远踮伫你的生命中，做你的主，做你的朋友，做你的能力甲开展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，每一个兄弟姊妹。咱拢将咱的自我为中心，迄种的傲慢，还是讲主张，该摕出来。主，我要邀请你，伫我的生命中间来掌权，来做主。愿这句话帮助恁，恁拢对这句话讲阿门。当得我无搁再是我的逻辑思考，我的价值观念，我的人生观。这三项拢甲上帝做好好的参详，无搁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踮伫我内面的我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听到你所交代阮的话，一日夜阮的十字架滚对你，做你所做的事，是你所交代阮天国的事，是一件大个困难奥妙的事。是阮做袂来的事。阿爸天父，阮伫你的面前同心领受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讲，你要将你的奥妙指示阮，互阮明白，什么是阮人生的大事。主将所有阮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，特别将细囝交伫你的手中。主，愿你高举阮的家庭，互人看见你的光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